你好，機械人。全球又將焦點放喺機械人嘅身上。當然，若果機械人能夠成功，確實可以幫助到人類。但係我唔相信而家嘅機械人有足夠嘅靈活度同埋智慧。但係若果兩者同時並存，我又怕佢太勁而威脅到人類。機械人能夠發展到何等程度，亦證明到 AI 能夠去到邊個程度。機械人會用嚟照顧老人家，呢一個係一個大任務，我絕唔相信短期可以做得到。但當故事講得越嚟越動聽，我哋就樂於投入無限嘅資金，令呢輛跑車瞬間起步，股價又升得好快。會唔會又係另一個近似 AI 嘅熱潮正式誕生？機械人可以 catwalk， 可以參加運動會，可以切磋比武。對我嚟講，呢啲只係虛招。我想要更多實在嘅表現。